议员郑家新每到准时顺针对建设需求，拢设计行动储备的简报来向市府请命，包括争取现地的公有地来变更成停车场。强调毋是只有市区歹停车，规定现况的停车规划嘛明显不足。对此，市长答应改善长期被占用的停车空间，以及盘点可能的用地来建设。另外，去年3月，乌七桥边的河堤美化完工，不过却无定期清除杂草，维护环境立美化，互议员感觉相当无彩。嘛进一步要求增加运动休闲步道来举办自行车活动，同时一并改善马庙大冲桥两边的荷花照明。前阵子我有跟水利局提到说，旁边的这个杂草，我们一定要不定时就是讲我们家公里到目前都是多久去清除一次啊？因为之前就如同我有跟局长讲嘛，一进年就是规个还超啊生高等，包括你们所设立的那个椅子，整个都盖起来。协商过哈，那他们会马上再来砍一次啊。原则上他们是有这个契约在执行这一部分的啊。所以原则上是一年会多久？他目前是1年4次了。1年4次。对。好，那另外就是大昌桥两侧的河岸要增加这个路灯的照明的，这个我有提过哦。单侧合体也可以串联整个湖七桥，因为在112年的9月17号，妈庙的大昌桥我们有举办了一个市集，也就是我们归仁区公所来举办一个市集，然后让一些我们在地的青农也好，还有我们在地的小农哦，也可以在那边有一个市集。坦白讲，去年这个活动办下去，你知道那一天人潮非常的多，然后也很多里面非常的赞赏，说希望说未来我们还有机会，行不行？每年还可以有经费，可以让区公所来办理这样的一个活动。由这个区公所提出计划了啊，那我们再来看是由6合分署，或是我们本府这边来协助，我们就可以来协助，是不是？好。议员郑家新会中嘛，针对关庙文中离合用地，要求市府建立风雨球场，打造成关庙运动特色公园，互规人甲关庙拢同款，毋是只有农地，而是将现地的土地活化，串联成运动休闲空间。台南新闻管制林英光采访报道。